馬丁路德金1968、69年佢係走上街頭。你而家對比翻香港呢班最近呢啲咁嘅立法會嗰個掟雞蛋爛仔流民黑社會事件睇得出點解好多啲民意覺得好 frustrated， 就係你聽到嗰啲電話打入嚟佢一次又一次都仲喺議會四埲牆裏面係冇任何嘅突破，已經睇呢場戲睇足7年。呢個階段性嘅掟蕉掟雞蛋同埋諧音粗口呢個階段應該結束。如果冇任何改善，就應該點咁最近發生一單叫某風犬議員就力鏟你呢個 round table 比點雙低，話你哋收共產黨錢，話你哋得論述2個字寫啲文章狗氣不通。你兩邊嘅罵戰兩邊都各有佢哋嘅 point 喎。我哋睇馬丁路德金死咗30幾年嗰個問題就已經就知43年就知道。因為即係但係個社會又唔同嘅，因為譬如話喺馬丁路德金嗰個時代咧，即係佢積累咗嗰個種族嘅仇怨啦，或者積累咗嗰個即係怨憤啦，有色人種怨憤咧，嗰個能量咧係好大嘅。咁即係由佢去挺身而出咧，其實係即係好多嘅黑人本來都係敢怒不敢言，咁由佢點燃咗呢個即係怒火咧，一觸即發啦，25萬人即係遊行去呢個華盛頓嗰次，即係發表佢 I Have a Dream 嘅演說，即係更加即電視嘅播映更加轟動咗。咁譬如換咗香港，即係香港即使即係有人肯咁嘅挺身而出，即係你睇就算佔領華爾街嘅規模，或者喺英國倫敦嗰啲示威人士對警察嗰種行為，你已經香港人係接受唔到嘅，因為而家你稍為咧，你推下鐵欄就話你激進㗎嘛。你見唔見希臘嗰啲示威人士係點嚟嘅？係磚頭汽油彈嘅，啲警察咧都係咧用個盾牌頂住算㗎啦。仲有會唔會出胡椒噴霧啊？嗰啲咧佢係俾人襲擊，佢哋民選嘅添喎，仲要。係啊，我冇按道理，你冇理由用磚頭汽油彈對付翻民選嘅代表，因為佢始終係民意合法產生。所以呢啲你睇下呢啲全球呢種咁嘅佔領華爾街又好，地方革命又好，佢係一種咩貧富懸殊嘅厄